縱觀康熙一朝，阿哥大多都係勾心鬥角，歷史上帶有神秘色彩嘅九子奪嫡，成為咗後世200幾年嚟不斷炒作嘅話題。但係實際上喺康熙嘅眾多阿哥中，有一個人卻係最為奇葩嘅存在，甚至有部分研究清朝歷史嘅專家用一種十分疑惑嘅口吻講，呢個人應該唔係想爭奪皇位，個分明就係嚟湊數嘅。佢能文能武，帶過兵，打過仗，琴棋書畫都有所涉獵。咁樣嘅一個人，放到而家嚟講就係一個多面手。呢度邊係想爭奪皇帝嘅形象呢？亦正因為佢能力出眾，後世清史學家每提及到佢，無不遺憾地評價到，如果康熙當年傳位俾佢，喺大清好可能喺幾十年後成為超級大國。後來喺八國聯軍，根本就唔算係威脅。咁呢個人究竟係邊個？佢哋才能有幾咁重呢？竟然令後世喺100年後仍然對佢有諸多嘅政治幻想。呢位被後世史學家佢哋提及嘅關鍵人物，正係康熙第13子胤祥。胤祥生於康熙25年1686年，生母係地位卑微嘅包衣宮女。然而佢憑借天資聰穎與後天努力，喺眾王之中脫穎而出。史在其精騎射，通西學，善詩賦，尤其喺數學與機械領域展現出驚人天賦。康熙曾讚其諸阿哥聰慧者，首推胤祥，甚至特許佢參與接見西方傳教士。呢種跨文化視野喺當時嘅宗室子弟中堪稱異類。與其他王子沉溺於權鬥唔同，胤祥始終保持務實作風。康熙晚年喺主持戶部改革，以雷霆手段清理歷年虧空，首創審計制度，使國庫充盈。史書記載，佢親自核查每一筆嘅冊，甚至喺寒冬臘月嘅戶部庫房裏與屬吏逐頁核對數據，手動列刑不釋卷。呢種執着與魄力，令戶部積弊為之一清。雍正初年，黃河泛濫成災，胤祥臨危受命，首創河工專款直達機制，杜絕貪腐。佢帶病巡查堤壩，喺泥地中徒步100里，最終實現治河經費全額落地，成為清朝唯一完成呢一壯舉嘅官員。呢種兼具智慧與擔當嘅執政風格，為咗贏得常務副皇帝咁美譽，喺九子奪嫡嘅驚濤嘅浪中，胤祥嘅政治理念如同一股清流，冇含住改變歷史軌跡嘅巨大能量。若呢位兼具國際視野與務實精神嘅王子繼位，大清嘅近代化進程或將提前100年啟動。喺開放與革新嘅路徑，足以重塑18世紀後嘅東亞政治格局。胤祥對西學嘅興趣遠超同輩，佢不僅精通拉丁語，同傳教士白進、張成等人建立深厚友誼，更將西學引入宮廷教育。據《清聖祖實錄》記載，康熙40年1701年，胤祥主持翻譯幾何原本滿文版，親自為譯稿作序，稱世人論數之精，實有可採之處。呢種態度若延續至其執政，大清嘅科技與軍事現代化將獲得關鍵助力。喺軍事領域，胤祥曾經向雍正提議引進西洋火器。佢喺敬陳兵事疏中指出，紅夷大炮之利，我軍當習而用之。若其繼位，可能設立火器研究院，聘請傳教士指導偽造技術。18世紀初，英國已出現可移動嘅野戰炮。若大清及時引進並改良，鴉片戰爭前嘅軍事差距或將大幅縮小。經濟領域嘅革新同樣值得期待。胤祥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，提議喺廣州設立西洋商館，允許民間與外國通商。佢喺海策中設想建立近代海關制度，對進出口貨物徵收合理關稅。呢種開放政策可能使大清提前融入全球貿易體系，
積累工業革命所需嘅資本。印祥嘅政治改革理念以打破滿漢區域為核心，佢喺時務條陳中提出滿漢一體、選賢任能，主張廢除旗民分治制度。若其執政，可能擴大科舉考試範圍，允許漢族士子參與更多高級職位競爭。乾隆朝嘅滿漢雙軌制若提前被打破，曾國藩、李鴻章等漢族能臣或將更早進入權力中嘅。喺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嘅平衡上，印祥提出督撫分權。構思，佢主張賦予地方督撫更多財政與軍事自主權，同時建立中央審計制度。呢種模式若成功，可能避免晚清地方割據嘅局面，同時保持國家統一。雍正朝嘅好善歸公政策若由印祥推行，可能更注重民生改善，而非單純充盈國庫。司法改革方面，印祥力主以法治國，喺提議編纂大清律例補遺，引入西方嘅契約精神與陪審制度。喺處理民族問題時，係主張因族而治，喺邊疆地區推行土司改良。呢種政策若延續，可能避免咸同年間嘅苗民起義與回民叛亂。印祥對思想自由嘅包容態度，或將催生清代嘅文藝復興。佢嘅勸學篇中寫道：學術之道貴在爭鳴，若其執政，可能弱化文字獄，鼓勵百家爭鳴。乾隆朝嘅四庫全書編纂若由印祥主導，可能更注重學術價值而非政治審查，固然冇黃宗羲嘅思想，或將更早得到傳播。喺教育領域，印祥主張經世致用，佢提議喺國子監開設算學、格致等新學科，並選派留學生赴歐洲學習。呢種教育改革若成功，可能培養出好似徐光啟咁嘅複合型人才，推動科技與人文嘅雙重發展。喺文學藝術領域，印祥嘅審美趣味偏向多元，佢同曹雪芹家族交往密切，曾資助《紅樓夢》嘅早期創作。若其執政，可能設立皇家藝術院，支持小說、戲曲等通俗文學發展。呢種寬鬆環境或加速市民文化嘅繁榮。印祥嘅軍事先能夠同外交智慧，若果能夠喺佢執政期間得到充分施展，或將重塑清朝嘅軍事格局與國際地位。呢位曾親歷平定準噶爾叛亂嘅王子，對邊疆治理與軍事革新有住深刻理解。佢主張將西洋軍事技術融入清軍體系，改良火炮與艦船，打造近代化軍隊。呢種變革若早於鴉片戰爭百年實現，清朝或可喺19世紀列強環視中保持威懾力，八國聯軍嘅侵略野心亦都將有所收斂。喺軍事領域，印祥嘅改革設想具有前瞻性。佢曾向雍正提議建立火器營，聘請傳教士指導偽造技術。據清會典記載，佢喺康熙56年1717年主持仿製嘅威遠將軍炮，射程較傳統火炮提升30%，喺平定賊妄阿拉布坦叛亂中發揮關鍵作用。若其繼位，可能設立武備學堂，系統學習歐洲軍事理論。佢仲計劃組建水師提督衙門，喺福建、廣東等地建造西式艦船。呢種近代海軍嘅雛形若能建成，或可喺鴉片戰爭前形成有效海防。喺邊疆治理方面，印祥提出以戰促和策略，佢主張喺蒙古、新疆等地推行軍團制，將士兵轉為農墾，既鞏固邊防，又解決糧餉問題。喺西藏問題上，佢首創駐藏大臣兼理糧台制度，將軍事駐防與經濟控制結合。呢種模式若果延續，或可避免晚清西藏危機。喺外交層面，印祥與西方使節嘅良好關係，為清朝爭取戰略空間。佢同法國傳教士白進合著康熙帝傳，
通過歐洲出版傳播清朝形象。喺接見英國馬格爾尼使團時，佢主張平等相待、互通有無，反對乾隆嘅虛驕態度。若其執政，可能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提前100年開啟近代外交。佢仲計劃派遣留學生赴歐洲學習。呢啲舉措或者為清朝贏得技術合作與貿易機會，推動經濟轉型。喺處理同俄羅斯嘅關係時候，印祥展現出務實作風。佢主持修訂尼布楚條約，主張以貿易換和平，開放恰克圖口岸進行皮毛交易。呢種經濟紐帶若都能維持，可能延緩俄羅斯東擴步伐，為清朝爭取更多發展時間。然而，軍事與外交嘅重構需要強大嘅財政支持。印祥喺戶部任職期間，首創號善歸公制度，將地方附加稅納入國庫管理。呢種財政改革若成功，或為軍事現代化提供資金保障。佢仲計劃發行大清寶鈔，建立近代貨幣體系。呢種金融創新若果實施，或可緩解晚清嘅財政危機。喺紫禁城嘅紅牆黃瓦間，印祥嘅身影始終帶住一抹悲壯嘅色彩。呢位兼具開放視野與務實精神嘅王子，最終因身體抱恙與政治站隊未能登頂權力巔峰，其44歲嘅早逝更讓改革藍圖戛然而止。歷史冇咧如果，但後世嘅推測並非無稽之談。一個兼具開放視野、改革魄力與務實精神嘅君主，確實可能改變國家走向。呢一種可能性嘅存在，恰如一把利刃，刨開咗封建體制嘅深層籠質。印祥嘅悲劇首先源於身體嘅脆弱。呢位上馬能治軍、下馬能治國嘅王子，自青年時期便疾病纏身。康熙50年1711年嘅太醫院默案記載，佢因長期操勞患上心氣虛損之症，常感心悸氣短。呢種健康隱患喺九子奪嫡嘅激烈鬥爭中越發嚴重。據《雍正朝起居注》記載，胤禛繼位當晚，印祥因過度激動導致舊疾復發，嘔血數升。身體嘅泥弱使佢喺雍正朝不得不採取帶病理政嘅方式，每日僅能處理半日政務。呢種狀態極大限制咗佢嘅改革進程。政治站隊嘅風險同樣不容忽視。喺九子奪嫡嘅漩渦中，印祥堅定支持胤禛。呢種忠誠雖贏得兄弟信任，卻亦招致其他王子嘅嫉恨。據清史稿《揾蛇傳》記載，燕蛇集團曾多次派人刺殺印祥，導致佢喺康熙52年1713年遭遇嚴重車禍，腿部骨折。呢種政治迫害不僅損害咗佢嘅健康，更使佢喺康熙晚年逐漸邊緣化。當其他王子喺朝堂上呼風喚雨嘅時候，印祥卻因傷病被迫遠離權力中心。呢種際遇深刻影響咗佢嘅政治命運。即便繼位，印祥仍需面對封建體制嘅強大慣性。清朝嘅官僚體系經過近100年運轉，已形成盤根錯節嘅利益集團。佢嘅改革舉措，如打破滿漢皆域、引進西學等，必然觸及既得利益者嘅奶酪。據《清實錄》記載，雍正朝推行嘅攤丁入畝政策，曾遭到滿洲親貴嘅強烈反對。若印祥推行更激進嘅改革，阻力可想而知。呢種體制性障礙，使任何個人嘅努力都顯得杯水車薪。歷史嘅弔詭在於，正係呢種可能性嘅存在，讓我哋得以反思近代中國衰落嘅根源。當歐洲經歷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時，清朝卻喺天朝上國嘅迷夢中停滯不前。印祥嘅改革理念，如開放海禁、改革科舉等，
本可使中國更早融入全球變革浪潮，但係封建體制嘅封閉性，使呢啲思想被視為奇技淫巧而遭摒棄。呢種文化上嘅自我封閉，最終導致軍事科技嘅全面落後。八國聯軍嘅侵略，不過係呢種落後嘅必然結果。從更深層意義睇，印祥嘅悲劇折射出君主專制制度嘅根本缺陷。喺呢種體制下，國家命運過度依賴君主個人素質。若遇明君，尚可維持一時繁榮；若遇庸主，則江河日下。印祥嘅早逝與改革夭折，正係呢種人治模式嘅典型寫照。與之形成對比嘅係，英國喺17世紀完成光榮革命，確立君主立憲制，使國家發展唔再受制於君主個人。呢種制度性優勢，最終使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。歷史嘅教訓深刻而慘痛。封閉與僵化，先至係比外敵入侵更致命嘅毒藥。當歐洲列強用堅船利炮叩開中國國門時，清朝統治者仍沉浸喺天朝上國嘅幻夢中。呢種文化上面嘅自我禁錮，使中國錯失咗近代化嘅關鍵機遇。印祥嘅故事提醒我哋，一個國家嘅興衰，唔單止取決於領袖嘅個人能力，更取決於能否以開放姿態擁抱時代變革。企喺300年後嘅今日回望，印祥嘅悲劇依然發人心省。佢嘅改革藍圖雖未能實現，但係武含嘅開放革新精神，仍然係我哋今日需要汲取嘅寶貴財富。喺全球化浪潮席捲世界嘅今日，唯有以史為鑑，破除封閉與僵化，方能喺激烈嘅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。印祥嘅故事係一面映照歷史可能性嘅鏡，更係一聲振聾發聳嘅警示。開放則興，封閉則亡，呢個係永恆不變嘅真理。